睡得少的人活得越久吗？药师佛提醒，60岁后睡觉要记住这几件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和睡眠需求会发生变化。许多老年人发现自己不再能像年轻时那样获得连续深度的睡眠，而睡眠不足的问题也成为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。60岁以后，许多健康问题开始暴露，睡眠质量的变化直接与老年人的健康密切相关，尤其是在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常见老年疾病的背景下，睡眠的管理至关重要。从药师佛的智慧来看，保持内心的平和，身体的健康是延年益寿的关键。在佛教中，药师佛不仅是帮助我们解除疾病的守护神，还象征着身心和谐与长寿的理想。药师佛教义中的内外和谐与身心平衡思想，提醒我们，睡眠作为身体恢复的重要环节，不仅仅是夜间的休息，它反映了我们的生活节奏、心理状态和健康水平。结合现代科学研究与佛教智慧，药师佛教导我们要关注睡眠的质量、环境的调节以及情绪的管理，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健康。尤其是60岁后的老年人，更需要科学和智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睡眠问题。通过以下几个方面，或许能够帮助你在晚年更好地管理睡眠，保持健康和长寿。科学研究表明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通常比年轻人需要的睡眠时间少。一般来说，60岁以上的人每天的理想睡眠时间约为6-7小时，远低于20-30岁时的8小时或更长时间。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睡得少就更健康，相反，睡眠质量的下降可能会引发许多健康问题，甚至缩短寿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比例逐渐减少，夜间容易醒来，甚至出现半夜醒来无法再入睡的现象。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的生物钟发生了变化，褪黑激素的分泌减少。褪黑激素是帮助我们入睡的激素，老年人常常面临这一激素分泌不足的困境，因此睡眠质量会明显下降。虽然睡眠时间减少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常的生理变化，但如果伴随失眠、频繁醒来或早醒等症状，则需要引起重视。睡得不够或经常中断的睡眠，导致体力和精神恢复的效果差，长期下去可能引发免疫力下降、心血管问题、认知障碍等一系列健康问题。为了提高睡眠质量，药师佛的智慧提到，内心的宁静是最重要的，保持心境平和，避免过度的压力和焦虑，是实现高质量睡眠的关键。而科学的睡眠管理则提倡睡前的放松练习、良好的睡眠环境以及规律的作息时间。老年人应尽量避免夜间用药或食物摄入过多，以免对睡眠造成负担。对于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午休成为了每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科学研究和生活经验都表明，短时间的午休能够帮助恢复精力，增加下午的活力，改善情绪。然而，过长的午休却可能干扰夜间的正常睡眠，反而让老年人更加困倦和失眠。午休的最佳时长通常控制在20至30分钟之间，这样既能恢复精力，又不会影响晚上的入睡。如果午休时间过长，可能会导致晚上入睡困难，甚至晚上容易醒来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午休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体力，它也成为了一个身心放松的时刻，是白天精神恢复的关键。睡眠环境对老年人的睡眠质量至关重要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老年人的身体对外界刺激的敏感度增强，过于嘈杂、
光线过强或温度不适的环境会导致睡眠障碍。创造一个安静、舒适、适宜的睡眠环境，对于改善睡眠质量至关重要。如果居住环境中噪音较多，建议使用耳塞或白噪音机来减少噪音的干扰，帮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。强光会影响睡眠的质量，老年人可以使用遮光窗帘或睡眠眼罩，以减少光线对睡眠的影响。睡眠的最佳环境温度在18-22摄氏度之间，过冷或过热都不利于睡眠。药师佛在教义中强调内外和谐的概念，身心与外界环境的和谐相互影响。良好的睡眠环境有助于身心的恢复，而环境的舒适感也有助于心灵的安宁。在睡眠环境的布置上，老年人应当尽量保持室内的整洁和安静，避免过度的装饰或杂物堆积，给自己一个清静安稳的睡眠空间。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和枕头，避免过硬或过软的床铺，能够有效改善睡眠质量。老年人应该根据个人的体型、睡姿等情况，选择适合的睡眠用品。保持身心的和谐与宁静，是健康长寿的根本。睡得好，才能活得好。药师佛的智慧提醒我们，健康的身体和心灵是长寿的基础，而良好的睡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。希望每一位60岁以上的朋友都能保持身心的健康，享受幸福安宁的晚年。